这丹那西风台过了，这雨线直落，伫个台湾中南部拢有传出灾情。气象署提示讲，即马受到低压带，也有西南风的影响，今仔日全台湾这中南部甲东南部地区呢，也是较高上大雨的。另外，这2天嘛是因为大涝，所以沿海也是讲地势较低的所在，可能较高淹水，所以提醒民众都要加加注意啊。风台过了后，各地天气又是无稳定。气象署指出，拜时受到低压带的影响，加上透西南风，亲像中南部甲东南部较高上大雨，也是比大水雨搁较大的雨水量。其中屏东、台东也有高雄山区雨水是特别高。气象署表示，各地头伫咧拜四暗8点以后，雨水较会转好。不过拜五早起共款透西南风，中南部也是真高上雨。那整体来说，就是未来其实在中南部。在24小时内，其实降雨上还是会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热区。那最后就是提醒大家，在今天的一个各地天气还是相对的不稳定的，其中在南部跟台东就是要慎防会有豪雨等级以上的强降雨发生，在中部其实也会有豪雨、大雨的一个发生几率。气象署针对中华以南到台东的县市，各有外岛、偏湖含金门，拢有发布大雨，也是大水雨特报。嘛表示会随时监测各地的雨水量来调整特报的范围。另外，气象署嘛提醒讲，因为拜四、拜五这2天拄当大涝，所以讲海水的水位会涨较悬，沿海也是地势较低的所在，有可能较淹水。在大潮期间，今明2天是比较大潮期间哦。满潮的时候，水位也是比较容易偏高，比较不容易有排水。比较排水的话，会有比较不良的一个情形，导致容易有些沿海局部积淹水的现象。另外，因为风台过直直在落雨，气象署提醒讲，山区的土马因为含雨水，有可能会有土石放落来，所以嘛建议民众避免伫咧这几日去到山区，避免发生危险。记者卢尚珠、郑俊尧台北报道。